来看中华鹿港的十字路，连接到后壁洞的炮马龙，今年5月传出讲，这老公的红门头放弃。在后壁洞细蛋的厝主最近阁发现有壁损，伊就烦恼这会害游客受伤。中华县文化局表示，会做审计小组，看敢要把这炮马龙带入去历史建筑物的范围。壁面的壁缝一看就是有补过，另外这个花娘嘛出现几下的壁缝，而且就下过鹿港金城巷的顶悬，下骹都是一堆人的楼梯，这嘛互细蛋的厝主烦恼讲，有可能因为安尼会发生意外。你又不认定它是有用的历史建筑，你们又不承认它是古迹，那我自己留着找麻烦干什么？对不对？那我就配合有办法的单位说，那就干脆拆掉啊。细蛋的厝主讲，家己就住伫十字楼的后洞，和正洞之间有即个炮马楼相接，但是用红蒙头去补已经是真侪年前的代志。今年5月已经立落去一摆，即马佫发现讲有其他的花娘已经用伤久闭去。公所讲，目前敢若会当加强提醒游客爱注意。做好相关的安全措施，包括我设置那些三角锥警示带。中华县文化局讲，十字楼是早期文人雅士伫遮联络感情的所在。整栋的2栋私有建物，伫2001年是红列作历史建筑，2009年发包征收，去年5月完工。但是后壁因为产权伤复杂，包括炮马龙在内，无妨放入去历史建物的范围。因为目前佫是私人的产权，所有权人应该负责修复。他自己的部分的损坏，他是不是需要公部门去维护？这个其实上，基本上它是依照建筑法来看的。可是如果针对跑马楼具不具文化资产价值，是不是应该扩大登录范围到11楼里面？这个是依照文化资产法的程序来处理的。中华县文化局讲，会和专家组成审计小组，确认十字楼和炮马龙的关联，和文主价值讨论敢要纳入十字楼的历史建物范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